時同大家睇下海盈山呢個法式風4房2廳設計。法式最講究線條同空間感，所以全屋我哋都加咗唔少圓拱、護牆板同金屬點綴，靚得嚟絕對顧及實用性。一入門口，為咗令業主返屋企夠晒溫馨，我哋就整咗個多功能玄關櫃，頂頭幾個圓拱門吊櫃夠晒吸睛，仲有隱藏 LED 燈帶打住，氣氛一流。下面擺張換鞋燈同掛鈎，出門返工掛袋換鞋一條龍。客廳呢，因為業主中意大氣有質感，我哋特登踏咗黑白雲石紋做電視背板，包住部電視，望落去成幅藝術品咁，配埋法式護牆，層次感即刻出晒嚟。餐廳嘅組合式餐邊櫃都係亮點，上邊2扇長虹玻璃圓拱門用嚟擺靚酒同玻璃杯，透出嚟朦朧又貴氣。主人房就直頭係女主人嘅天堂，我哋幫佢整咗個步入式衣帽間，左邊原木平開，門櫃夠晒實用，右邊就用長虹玻璃趟門，入面啲衫若隱若現，勁有高級時裝店嘅感覺。仲特登將到頂大櫃延伸出個懸空木式梳妝台，打掃地下零難度。側邊偷空咗個凹位放香水化妝品，加埋金色圓鏡同特色木燈，每日化妝都零舍開心。2間次臥，因為空間有限，我哋就巧妙地用到頂衣櫃加延伸書台呢個組合，偷盡每一寸角落，又夠晒實用。最後書房，我哋設計咗個組合式書台櫃，左邊圓拱形到頂衣櫃同全屋風格呼應，上邊加層懸浮層板，放書放擺設一流，配埋人體工學椅，業主開工都特別專心。呢個設計既有法式浪漫，又啱晒香港人最重視嘅實用收納。我哋次睇返都覺得好滿意，希望大家卡到靈感啦〜